呢個單位嘅租客話，每日沖完涼之後，喺廳背住廁所嗰幅牆都有一灘水，所以業主揾我上去睇下咩事。我上去了解情況之後，就用識水去浸缸睇下，點知浸缸大約15分鐘，就見到地下有一灘色水啦。再入去廁所睇下，企缸側嘅地櫃底都發現咗有一灘色水，咁樣即係證明咗企缸嘅防漏層有問題，需要起企缸瓷磚嚟做防漏。因為個單位有租客住緊嘅，所以開工前要做好防塵措施，鋪好全屋嘅物件先至開工。我哋係香港嘅公司，有香港商業登記，所以會跟香港法例去做。喺開工前會買咗保險去保障業主同埋工人。鑿走企缸瓷磚後，發覺地下嘅泥係濕嘅，同埋條企缸去水喉係冇用膠水黐實，啲水就由個接駁位滲出嚟，加上防漏層又有問題，所以令到滲水出廳。依家鑿走晒啲濕泥，同埋鑿走離地約30cm 嘅牆身泥仔嚟做防漏，因為地下嘅泥濕透晒，所以要等2日睇到啲泥乾咗，嚟證明啲食水同喉冇問題，先至去駁返啲去水喉。駁好去水喉之後，洗手盤同企缸同時放水30分鐘，睇下啲去水有冇問題。冇問題就開嚟封實企缸底。等到企缸啲黏泥乾咗，就做防漏。等到防漏乾咗，就浸水48小時，確保啲防漏冇問題。浸咗48小時之後，返去睇到廳地腳同廁所櫃底都冇濕水，咁就證實防漏層冇問題。咁樣就可以安心鋪返啲地磚同埋瓦底。再放水喺個企缸度，測試下嗰啲去水順唔順。你睇下而家去水非常之順，同埋快脆嘅。最後裝埋浴瓶，咁就可以叫返個租客返嚟住啦。如有查詢同問價，可以致電96465694羅生。
在暗裏愛你，暗裏着迷，無謂要你惹上各種問題，共我道別吧，別讓空虛